家家有好食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扎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茵茵。嘿，我睡饱啊。冇排泄啊排泄，我想讲，因为係隔壁吼，嘿，生意啊，叫2、3步上班班啊，冇法度去睡，你知道？隔壁哦安全，我想講生意叫我冇法度啊，因為唔記咩唔免安尼型啊，因為冇法度罵佢。你想講頭嗱汗痛哦，憋憋冇睡好係嘛？係啊超到冇睡好啊。冇錯。咁佢建議阿爸阿媽同佢看醫生啊。看你啊，冇用咩？有方法冇？啊，佢條係唔係冇擺嘅長公婆？長公婆。嗯。我細細時要彈歌啦，我頭要拜過長公婆，唔過超神公婆有點咯。哦，係啊，長公婆啊，其實就係什麼人有先紅開始，一直到聲音講出來，佢都會保護你嘅聲音平安台。按不聽唔好按你叫字。係啊。睡到天光係冇？嗯，係冇就啊，我想到咧，哼，擺肉盤。擺油飯哦。嗯。嚇，佢唔可以做油飯，今日成日喺幾買？啊，你唔是買？我問講。我介紹一隻當為做肉盤嘅探員，你幫佢認係識。咯，精神來咯。你見背後，做得到嘅肉盤那種係就直接幫佢拎下嚟。嗯。重要係。你冇其他事聽唔咯。係，重要係按不一樣，就是好水冇。哦。雖然冇叫，咁就叫拜。好，介紹基本認識。孟子明。哦，阿志明哦，哎呦啊，阿志明。嗨。你可以講面兄弟當然不睡咯，當紅。盡心動好。還是要我全部冇睡飽，不過你還有精神呢，係嘛？一天要有精神，因為你是我失眠的救星，睡唔飽的救星。唔啲啦吼，細細時節，剛才唐英講嘅細細時節有上香啊，婆有拜長公婆。哦，你聽我阿婆有講過啦，主講生意咧吼，誒冇帶嘅話，叫做那個呢麻油酒啦，冇做油飯啦，去拜。無所講，阿志明，拜託啦哈，來英片搶出來，你就好好的救贖我。唔敢講啦。某一天哦，某一天嚟嘅食飽飽啊，就喊得好水。好，當然啦，一開始出來搞，做客家油飯咯。好啊，好冇？來，講解一下準備嘅料係乜嘅？也目前啊準備好，也傳統油飯，客家傳統嘅油飯，阿婆教嘅。哎呦！千基本哈，油葱一定要有。油葱，哈，你這個包嘅哈，這個包嘅，還有就蘿蔔乾，蘿蔔乾，你睇有炒過嘛？有冇炒過？細個啲呢？細個啲，細悠悠嘅，細個啲，好，還有豬肉，三層肉，三層肉，好，還有就我就這個獨家秘方啦。什麼？獨家秘方咁拿出來？沒黃金比例啦，黃金比例啦，做嚟皮毛，燒一張米，跟米頭做出來煮個茶凍豆。好，嚟見，也真見出嘅祖傳嘅秘方，比起來完全冇。也阿婆研究嘅差唔多10多年，哎呦，硬條跳出來嘅。哎呦，嚟，太識掉咯。好，就是獨家秘方。當然啦，特產人咧，特家油飯一定有自家特別嘅秘方。對。你嘢就有自家特別嘅獨家秘方。好，而家冇講下邊哦。係下邊嘅油。下邊一天都係油嘛。有四個嘛？有4個。有4個。全部東西全部有4個。還有按醬啊嘛。呀，就特別講下哈。呀，這個意思係買嘅豬油。這個煸，慢慢煸出油啦。你很多講煉啦，煉油出來之後呢，你就說再來煉呀油。哦，變油蟲，所以人家煮油嘛，人家煮油就有油蟲的味道。難怪可以有冇靈魂就在這裡啦。有動情的嘛？哎呦，那麼按醬哦，含這個碗的來買，好香哦！皮看呢？好香，我覺得很香哎。你過濾過後安青，過濾過後，還有一隻當中嘢誒，油飯一定要有飯味。煮飯咩當中，不管你的秘密武器嘛干，你飯吼冇煮吼，哎呦，給出歐巴咯。當然啦，因為煮飯嗰時間，哎呦，別很少。
好，煮饭的时间哈，两糯米，两泡几久？4小时。哇，4小时。头摆阿婆搞迄放流水啦哈。放流水，放流水，放流水。点流。过夜安补。过夜安补。安补。4点钟以后，几多水？几多水意思啊？看，因为我哋目前来讲嘅话，我哋用。还能用阿婆搞的啦哈，用木桶去蒸啊，用木桶，用木桶去蒸，因木桶去蒸的话，给小米才会一批啊。就传统啦，不是讲你好，这种木卡先挖出来帮你的啦，很甘通哦，你看啊，贵粒又酱哈，好，跟着开始做了哈，啊，先做乜嘅？先落煸香料，煸香料哈，煸香料，当然了，所以用炼出来的油哈，直接用啦哈，好，等油滚，好，等油滚哈，阿志明我问你哈，讲到油饭，大家会想到哦，铁皮客家油饭，哦又油啦，吼又咸啦，又乜嘢？你也有因为讲现代人嘅饮食嘅概念吼改变，要改变一啲啲嘅，譬如讲物嘅整體嘅，譬如講係比例，譬如講較無鹹啦，也較無油啦，一天啊。哦，一天因为我哋有做油饭哈，因为做油饭全部我讲台湾老人家就用经验去传承，但是我拢系后生人，当然一定要用数据化去表现 SOP， 对 SOP 下去，看到油不要滚的哈，做油饭一定要来，一东西一定要有那种感觉，有种感觉。系啊，我之前有讲过哈，注色有上次大家讲色香味，还有什么？听觉，咩当重要？有这个肉师傅有嘛？一条米啊，皮跟米做出底的吧？51世纪啊！哇，好漂亮哦！101的烟火就是这样啊！你从时今天的看到哇 ，Happy New Year！ 那你平常是用开时间，你运动有戴安全帽啦哈？因为阿母讲话别很了噶，运动吧，运动蛮高。不讲吧，破他母一注意说别滚，系啊，干哈啦，干嘛噻？干矮啦，唔讲啊，碰啊有点正哦。我来想，好了啊，阿比的包厢，阿比一天的包厢哈。来，谢谢，一定要别开来，一定要别开来，猪肉没重要别开来。边咧边来金黄色，佢底部嗰啲豬肉嘅油，還有香氣就會出來。發出來，壓香菇哈，壓香菇，其實看量啦嗬，看量。真件係經驗咯，阿志明看幾多糯米飯嗬，自家邊幾多量。香港油飯好些地方，所以講嘅比例，真件就要達到度嗬，因為你是大海油飯是到大海的料，平均，好嘞。菜脯，當成次哦，他改菜脯，每一天都喺你煸炒，係哦，真有香，一定要走，因為佢有浸過水哈，有浸過水，你要用煸，慢慢煸同佢嘅水分有嘛，煸出來，好煸出來，你自然它自然那個蘿蔔乾的味道就出來了，口感呢變冇同，好，你下油葱糟糕，也練過誒。練過誒，早啊要懂早啊，有點熟哈，有點熟，因為很多練家佢不能用，但是要油葱哈，因為我們平常啊都工廠啊都做全部照 SOP 還一做，今年是講取量啦哈，取量啦，所以這包香料啊，我是拿捏比例下去，油葱也是一樣，油葱放不用多噶哈，做唔得咯，我調油，我調油，因為本身真係是人家記得我嚟用豬油，係要加3層油，你咩油咩啲地擺度，係要乜嘅地方，啲香菇哈，啲細個誒，那個熱脹冷縮的原理，下去佢抓到那個油的時候，莫講油飯食嘅太油咧那種，你做咧做油飯了，係哦。好啦，下班應該下班冇條亂呀。冇，因為我沒有秘密武器。好，看差唔多啦哈，差唔多了，看，看下包香料。可以咧水分冇硬到咧，嚇個香味都見到見重咧。
有点擦擦，有冇？嘿，哦，对吧？啊无够，一天要煸香料，一定要煸安尼擦擦。好，安尼差不多香米出来嘅哈，安尼看到下边咩嘿哦？嘿，啥来做乜嘅？不用调油。哦，啊，不用调油，等于打下班。嘿，啊，打下班哈。但是取量啊，炝锅啊，取量，哎，取量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熄火了。好，哦，熄火了。慢慢不会滚。慢慢别滚。好，来滚。最重要的，秘密，最重要的，哎哦，秘密武器一定都要用这个。一听哦，那是对他的尊重，对阿婆的尊重。哦，让我们要调起来啊。对，对阿婆的尊重。冇人喺度躲，哎，我嚟開玩笑。哇，全部下去。哎，全部下去，哎，全部下去。我睇一些。否則它太掉的哈，你跳魚下去，跳魚欄哈，它整個食材會降溫，降溫以後再來把溫度拉高。對，哦，然後滾行之後就開始拌嘞。哦，所以要滾心加就開始滾脱了。哎，都好講出來了。唔會，哎，好。好，現在就是下一步就是同煸好嘅香料，吃只都落來，拌拌啊，調拌完弄完加高，然後油正好跟你上面有嘛，吃只下去拌，吃只下去炒啦，拌到熟，哎，炒到熟，係啊，火出來你做，有樣嘛，哦，然後個香米很有賣型的，你看香料香米，你一層一層，給它翻到後面香料，對，一層一層堆疊，哇，到最高峰的時候就是油飯可以吃的時候。是的，哦，哎，是的，哎，好，那我們就把薑汁，好，安尼阿子明吼，你下攏去加炒好的料，酌量哦，唔係全部哦，哎，酌量哦，酌量，就按呢用，用來連撈飯條都，好，看到了量啦哈，哎。啊，所以來搭好，都有料，搭好，都會阿婆嘅愛，哈。好，讓我嚟邊，你下嚟拌，拌啊，哎，少少嘅時間拌啦，哈。糯米出嚟呢，哈，煮咗好，給它釀，哈。一聽到搭雜飯料，釀到加炒嘅料，點樣講哦？哇，油飯要漸漸成型咯。所以也少少有冇？也不用煸冷。不用煸冷，因為係水分它會慢慢吸收在進去。不用煸冷，讓我料味，係嘛？差不多咯。好，你很帶來哈。嘿。哎呦，很講是有飯能吃到當稀陣哈。還有當有米絲。哎。古早味。唔但將嘿，再食起來有米絲哈。阿婆嘅米絲。哎，可以了。不必開。阿子明，安尼不用煸冷哈，因為。你還有啲是不是？不用煸冷，叫佢水分慢慢蒸發，是不是越來越 Q？但差唔多不用幾久，差不多半點鐘。半點鐘，哎，再好好的整形一下啊。對，好，來麻煩一下。不必撇，哎，不必撇。哇，太厲害咧！好，安尼好嘅哈。神夢阿子明，你啊，所以阿子明當來幫忙嚟，我請大家食咧乜嘅？油客家油飯，好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要搞出來洗凍醬，還有凍芡。哦，一條爆落來，兩條，用水落去煎一類。哦，原來按樣型哦，煎好嘅，我一直在先來鋪。哇！好，不要差不多這裡切的哈。差不多這裡切的。哇，這聲音好好聽。凍菜。哇，馬上要想到你係油飯。來試下假油飯。哦，一定要不用落料。吼，嘿，
夹下去，唔做底毛锵锵的啦。锵锵的。Q 嘟嘟出来，还有个香米。阿婆我想赚的啦。你讲，阿志明讲，我今日特別適合後生去選阿婆。因為其實阿婆都唔會做嗰種客家傳統嘅料理，所以你做嘅料呀，完全就係阿婆嘅面食。還有乜嘢？食到我想我卡。不甜米啦，真的呢，哎，好好吃哦。因为它呢传统的东西比较少人做，哎，我们米都按那些东西一定要流传下来，一定真甜起來，一定要好起來哈。因為我感覺啊，往泰國嘅肉盤唔單止係傳統嘅東西傳下來，韓國料多食材，少一個材料，它香氣就帶不出來。真嘅，哎，就帶不出來。從公婆咪食得出來。對呀，哎，今日講實啦。今日做一飯都叫咩啊？獨家，我都唱來啊！哎，真係唱來。講下片語喎，為了感謝你，按好很多的事情，而且要做出來，好嘛？要做出當厲害，幾好。大擺為你當到驚喜之外，佢會讓你傳統的東西，別人都講，哎，這不是傳統的東西嗎？別人都東西，食了又傳統又有型，哦，他整個人很衝突，其實當到拜哈，大拜都做冇用，看你等下做乜拜，好嗎？應該不會亂傳吧？冇啦，開玩笑。反正當厲害嘅胡俊斌阿邊個啦？邊個？阿邊個？你看，哦，哎呦，那有啥狀況啊？係啊，好朋友啊，壽司啊，你不要每個出來都好朋友。你大拜哎，雙拜壽司沒好朋友啊。哎，雙拜英英夾同學裏面哎好朋友，還抱一下。開玩笑，真件壽司啊，係啊，真件壽司。哎呦，難怪呢，哎有默契哈，就做唔成你識講加油飯嘛？有啊。跟啲加獨家秘方。其實哦，個獨家秘方哦，啱明啲，係獨家秘方。可能本意啊，想講，其實佢啲人我都唔得攏嚟講，冇人係。因為你係東應大群啊，仲唔得講嘛？哎呀，等下嚟我。哦，好啦，事後有翻嗌啲，你最愛嘅就搭擺來賓來哈，就用佢帶來嘅東西，隨時都想有料理。你有看到有翻，啊做嘛？好誒，我哋做香酥油飯卷，搭9蒜醬。哎呦，你要配隻醬哦，想唔到，真係想唔到。佢沒冇同我講。哦，呢個獨家秘方啊！你咁樣好朋友，係啊，好朋友。哎，你當然好朋友。嚇，好，來看一下佢用慢做。香酥油飯卷，揾乜嘅？油酸醬。哎，我們這同步。翻譯。好，加嘅油飯，客家油飯哦，食到你阿婆啊，木卡人客家木卡人嘅糯米絲哦，大家都當好食啊，食到沒吃到，我要回家。你當時還真木卡，古早講我用加嘅油飯做香酥油飯卷。係，而家你用啲潤餅嘅皮，等下來煎起來，底部包啲料。哦，按做食咯。係啊，包啲都鋪。鋪個香酥啊，一定係鋪個，等我切切啊。油飯用鋪。係啊。好來，先做。你啊，好，你來牙切咧，好，小黃瓜，先來切的，就切板子咧。好。佢咧底部嘅東西啊，對板咗。誒，當上映誒講來包咧壽司誒感覺底部包東西樣嘅。哦。因為種壽司嘅包料，所以配色未當重要。係講配東西，係配東西未當重要。因為你係包料嘅軟網，其實佢要配你包種嘅時間一定會包咧。好，你食到咧係好，即係係咪噃？俾你粉，好，喺到咧軟網表下，先唔去混下，好，混下米粉，當然是做黏咧。因為佢冇粉哦，當會黏，所以我哋當黏黏的。同樣嘅是佢學就嗰盤啲，都做得咧。其實黏到，到咧口感也是啦，香腸就做得咧。因為你那包件嘛哈，阿面講叫做啲種菜本是講。冇咧。哎呦，用牙油飯。有好朋友，對佢有信心，對佢有信心嘛。頭擺認識到一下都有信心。太好咧，哦，真嘅。你看你味道，有份
有一身衫哦，你叫身衫。动物诶，好朋友应该咪动物诶啊，然后朋友就 pink，生气不想输，battle 起来。面吼，你要卡咩人做？烤箱而且预热，你加预热几多度？伊用咧差不多180度到200度算做的，再个烤一下子对。好，你要麻烦伊送到烤箱烤3到5分钟，你刚刚讲温度再讲一遍。180度到200度，差不多烤5分钟左右样子。烧来做嘛干？对啊，又讲咧系椒蒜酱。椒蒜酱，还有咧韭菜，还有条芥酱，等下配咧调油，好，伊加完落咧几样东西哦，差不多太啦，再冰落去。好，你韭菜那个切法嘛哈。出看这个爱色的量啦，因为好色韭菜它大啲，酸条它大啲咧，你爱讲偏多，吼，你做者。好芥酱来冰下去。平常时咧韭蒜酱做的焖嘛个？其实哦，要焖生青肉啊，芥肉啊，其实穿做得啦，佢要冰芥酱，芥酱，你讲芥酱好朋友嘅，调油够了一定要配。好，有时落去搅，系好食辣的朋友咪做得，对辣椒落去，好食辣的咪做得啦。冇会讲冇下有咧。甜辣酱啊，没做得，没做得冰掉辣酱下去，用因只辣没做得好。开始来爆的系嘛？系，但是等乱忘，乱忘一下是好的，好，忘一下是好的。那你先拿咧皮出来，你皮出润饼皮哈，对，润饼皮。一般买转来哈，迄讲糟蹋的，因为台湾哈，因为水冷气啊嘛，该风干的话。应该话整个吹个，莫是小个喷一滴滴水，哎，用灶是会喷一滴滴水样嘅。你咧系先备啲太白粉啊，好，备掉同你啲啊润面皮蛋糕，好，准备掉油饭，你小个攞去醃片落。哦，平时啊，你因为糯米嘛做油饭，太好讲莫是按度吼，姜中气啦，消化不良啦，我讲。中生人的啦，吼，慢热一天要有油饭的，吼，种精神咩油啊，有油饭，迄无一串模式的法，不用奶味，不用冷冻，不用冷冻，不用冷，不用冷冻。哦，吉伢油饭，不用旧的法就不用冷。系啦，因为油饭无不用乜嘅东西嘛，无不用化学嘅，吼。像一般油饭来讲，都姜水，姜水，姜水。既然就不用冷冻，冷冻迄拿出来是用整的较好啦，吼。用整的较好。太家香港嘅偷懒用微波炉来吃过，会变硬，无都是水分微分熟咗啦，是不糟蹋。好，唔家嘅油饭做大，阿片去，片落，还有小黄瓜冰上去，还有那里别的蟹肉棒啊，要切嘅是风嘅，配色两面，等下要汪嘅，佢乱汪烤好子，煎起来。好，你阿龙乱网拿出来哈，阿声音哦。好，来将来过一下到手哦。要冰，好冰凉好。下个要烤一下，可能人方是有鱼泡啊，因为你是为冻香，吼，你咧鱼泡，因为是做得咧冻香，还是混那个夹起来之后咧，未做咧烤长球，几烤长球哦，长熟啊，其实会散开。好，散开。是从那一条广告超边金沙样嘅感觉，哦，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嘿，要搞出来洗冻酱，还有冻香。嘿，哦，一条爆落来，2条，好，好，用水落去煎起来。哦，原来按样型哦。基本要睇下嘅呢啲度嗬，要背啦，啲粉，等下泡嘅之間啊，佢就唔會散嘅。好，是要你一條，一直都是。对，先爆几件爆起来啊！上个时间哈是拿来泡，这个包一件好的啦哈。好，大家我慢慢看样版型哈。这个包一件，好油饭。师傅，你介有会顾问啦嘿？做啲罐头食掉还有烧咧，好咧油盆，好来用下去轻呢，开始。后来讲，闻到油盆啊，是一点料那东西，开始爆掉，可能切香菜啊那都，好，用那小黄瓜。你方法当好咧，迄讲，5个节啦吼，迄大一种咧，
嘿，好，用安尼方法来弄。你觉得？都唔是很麻烦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哦，这个包一下。你建议落哈。我建议啦，润饼皮啊冻泡，所以生意对喂，煎的时间哈，一定要生意哈，会啲粉，总得调冲一皮哈，一下会烂脱。要记得等下要破哦。系，好，好，按你煮好的，要准备来破的，系嘛？系，破咧。好，文泰啊，看一下哈，你包起来的。整理下，见下现地位。你讲讲，你泡的时间要3天吼。也强调，唔讲係有建議吼，老師傅教講嘅，你迄種包的東西吼，冰一下。係包起來嘅時候，冰一下，佢個然後後尾撈嘅皮會粘起來。係，因為啊有燒的、有冷的、有濕的地方都讓它風乾一下，佢會捲起來。所以冰下嗰啲要準備好嘅，好煎好嘅，嗰啲就在先來泡。也就問睇啲係幾多土安樣鋪？其實咧，產到會用180土，係學高到，因為總得講本佢做到強度要，所以鋪一隻要學高到，實實鋪一下鋪本佢冇話皮扯扯樣嘅，是做得咧。咁樣做唔得炸強球？係咪做呢強球？其實可能冇話樣皮要擦擦樣扯扯，產到是做得咧。好，先差唔多要上色咧。對，要黃色的，然後要扯扯，也應該是。就在度夾起來，係，我留起來，係，好，嚟下鋪好咧，誒，你再下腰兩邊，停下，你是切切的做啲擺盤咧，好，而家差唔多都係切嘅嗬，差唔多都係切咧，哇，俾佢冰一下啦嗬，因為底邊都有油飯嘅嗬，所以它聲音就會，這聲音好好聽，凍切。比如講，我是凍起睇特別嘅料理啦。我係咁講嘅好朋友阿 Mango 嗬，凍場凍場你喺觀望。肚雞料，肚雞嘅，肚雞料。你大概煮東西都係呢啊？係啊。本來看到哎呦，很想食咯。平常喺咪煮唔會煮呀。哦。係啊。原來係安樣，難怪你看佢嘅目色。像你是用畢業才會煮啊？啊。安樣嘅事情哦。好，整體一下哦，整理一下。這也是一個壽司的概念。還講哈，冇用純嘅皮，其實哦，你用你大家當時行食啲海苔嚟做的。哦，海苔做的。海苔咩一隻當好嘅方法。哇，馬上要想到你係油飯，你係中嘅做出來嘅哈。到零牙椒。哎呦，法式料理嘅手法。係。安尼想好嘅吼，係好咧。哎呦，我諗講安尼量唔知道當好，譬如講你一量出槍顏色拿到嘅油飯，吼，色量係有天天嘅，差唔多俾我備上啊，上到是咧，高粱鹽啊高起，安尼做起來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怎麼這的這樣？你會凍詳細吧？對，龍太講香太假什麼改？香酥油飯卷搭9蒜醬，好了。炒的期間，開始就在煨啲胡椒粉。哇，好香哦！胡椒粉搞到可以做冇咁樣嘅嗬。哇，feel 到喺春湯嘅感覺。哇，你說包了米漢堡，你怪多呢？係米漢堡。凍好起呢，哇，好酷哦！哇，有啲長長哦，對不對？好特別哦，這吃起來不知道什麼感覺。好，香酥油飯卷單。9蒜椒，我終於知道那個緊張的感覺。來，真的試試看。摩斯，
暗藏的菜苗了嘛，讲一下。伊日本台下地讲伊讲，遐东西一定要配东西的，嘿，主角的配嘛个东西。火面也太漂亮了吧！嘿，配个生的东酱。哎呦，哇，油饭不一样的风味，好个惊喜连连呢。那石头喺软邦的状片，有石头长瓜切切。我要怎么讲这个感觉？当初你是一张暗阳型那种诶，没印象中的三角那种诶，那个小黄瓜哈，还有个乱宝，它竟然把油饭的另外一种比较大家不知道那种厚重的味道去掉了。它有一个很清甜的味道，然后那个饭有点咸，你用斋我袂皮油跟春卷皮，都面皮啊。你莫乱讲难底下有饭。好厉害哦！他讲他这个酒蒜酱啊，或者印尼个油饭，还有这个所有的配料，变成冻碰牌。还有几加一只春卷跟面皮的香气。汪台讲，很吃到呢。系啊，我看样。你是睇嘞？系啊，是的，太好吃了。哪里做朋友？哈，哪里做朋友？一定哎呀，一定要，哎呀，一定要。好，大家其实讲，其最上来做的迄种传统的东西，用新的东西融合融合。你迄会当到后生人唱两三腔啊，上来做的，大家都在做。这油饭它影响出它传统嘛，这油饭做来做它新的东西。做对啦，做对啦。有做的，你完全没有给我0.02秒的那个反应，你就走的。做对啦。真的吗？走的翻成国语是什么？做的。对。可以。哦，天哪，用蛮该新的料理。其实用个油盘哈，传统的东西，你要配一传统的东西来那个了解哈变化合用下。哎呦，这先讲传统是嘛？传统用只炒只料，客家小炒。就打传统啊。客家炒当传统。传统，还有人呢，还是油盘做变米汉堡。米汉堡，你红菜应该未去参加过咧客家小炒比赛过？有得奖吗？有。哎呦，很有自信。哦，TV看到木竹8斤有，然后看得奖的客家小炒米汉堡，很厉害哦！客家小炒米汉堡啊，大家都唔敢问讲。你的那个油饭卷已经让人家很惊艳，就讲到人家做米汉堡。系啊，米汉堡啊，很重要的那里好油盘那档看。好今天做油盘，还是那里在那玩啊，等于那个轻的，好不用得保鲜膜，好你也去到一盘的那米汉堡的那台式，好轻的轻片咯，是那个倒出来。哦，就爱那台式。嘿，是这样的。哦，可以等下时到嘞。腱子做的嘞，因为刚才你说油饭不用冷以后，它的塑形度很好。嘿，哦，你说嘿，等下要做米饭米汉堡那个亮片代替面包的米哈。底部包的就是包的那啲传统客家小炒，那是传统的哦。哎呦，冇可能你用版型的客家小炒，它你用一点点水果，加一点点甜啊，加啲酸甜的感觉，加啲香味，所以你看，那有准备。黄梨要准备菱果，我来先切了好菱果，好。其实在观音出像汉堡用啊，汉堡不是有一些生菜吗？葱油脱梨啊，还有那个 tomato，你就用咬起来比较脆口的，苹果还有黄梨，有些加强还酸度，所以我们讲啊，全部是豆米饭，好像很厚重的感觉哈，就用切。一条一条的，切一条一条，样子像个你讲炒客家小炒，来料可能，好，真的切好了，好，黄梨，黄梨很板地的样子啦嘞，好，你可能来切丝，切条样子。黄梨切一条一条的哈，弄加个菱果中央，因为会材料的一个春切样子，好一条一条的。客家小炒虽然讲唔係全部，不過基本的料都係菜哈。豆腐乾，豆腐乾，這係重點的東西啦。
大大小小本来有的东西，一定系按油。好。油本身都切好的啦。应该尖尖的，先那个尖尖啊，做好嘞。还有三层肉。这三层肉看起来伊厉害哦。嗯。嘿，伊那个皮纯处理。嘿，不过肉的话吼，就看个人啦吼。加像阿志明吼，佢个油饭里边都有别煮肉的咩？哦，你讲冇一式按照煮肉的话，就冇必要，係唔怕吼。哦，让佢ขึ้น菜。好，ขึ้น菜。哦，切团就好嘞。嘿，切团是做得嘞。其实咱爱你起台材料咧，都是切好程度太细，咁是做得嘞。你料准备好诶哈？料先准备好嘞，全部切的好，铲刀片，两银。嘿，好。啥来做嘛该？其实等下开始到你不馅料先那个炒的，先炒料，一片来煎了诶，好，米汉堡面做嘞。后来开火。好。啲啲油，兩條麵，好，兩條麵變下去，三條，好，係底行嚟先嚟變嘅三層肉，三層肉佢先含有點好油脂，所以佢哋先變，好，三層肉，再拿配煮肉那啲種香來，係會炒香來，因為你冇被爆嘅啲米漢堡。本來是煎到叉叉嘅，喺底部好似有泡過啊，咁炒到燥燥，其實配落幾下時咧，炒成燥燥咁樣，所以底部料愛叫咩炒下個有點濕濕咁樣。哦，所以唔係講，因為哈是糯米氣嘅東西，其實係不用人樣樣辦，叫當樣。好，有陣時就細細係會食，冇有乜有人講啊，生嘢食啊，老人家食有陣時講。係啊。不是講，我知道阿炳哥懂厲害，他做的有一點濕潤度，會讓米飯散開一點。好，再用半夜找個白白的，應該是豆腐乾，豆腐乾係，好，豆腐乾，好，豆腐乾，用每天白強，唔過一天記得哦，做嚟白強球哦，會變熟嫩頭。好，家陣你家一開始去三層肉嘅油哈，來包嘅豆腐乾，油啊，豆腐乾一天咧變到擦擦哈，等佢香氣跳香出來。好，炒嘅時間應該是就得為啲胡椒粉，胡椒粉拍胡椒粉，胡椒粉。緊炒佢咪緊香，好，胡椒粉，哇，好香哦，胡椒粉加落去都冇香香哦，胡椒粉吼一定係要炒過，還有等下嗰啲誒用嘅咧香油啊，呢一啲東西，其實強濃嘅咧係調味料啊，嗰啲係講用水，然後用下去，然後用呢啲東西啊。其實是變調味料，但是佢要強濃要嗰啲鮮啊，胡椒粉炒過，後要幫佢煸過啊，然後佢下嘅味道真差咁多咧。因為特別講吼，客家燒炒出來呢，其實看你係功力。雖然講大家都提講，哦，你當簡單啊，馬上都會做，當然馬上做米絲都冇香了，各家各路都各有巧妙啊。好，跳油來，我們炝個鍋，上個色。哎呦！好，你下吼，要變下一些，今天打的攞是米酒，再炝過一次，還有啲鳳梨，好，還有蘋果。媽媽千萬要記得咯，還有加水果的東西去炒的話，一定要最美這樣咯。哇！呢度睇春湯嘅感覺。好，就俾你用一啲啲嘅鹽，好，一啲啲鹽落嚟咧。提味一下。係，啲啲鹽。其實佢咪用咧鳳梨嗬，容易啊。還有啊，嗰啲下面沖咗一樣個，那個鳳梨啊，凍蒜啊，換乜㗎？換鹽係嘛？換條腰，換真見咯，換條腰，換鹽呢？換鹽未做得啊，換條腰未做得。所以有佢講話要鹹又要甜，所以佢咪做得換條腰，所以佢咪呀，再加啲條腰啊，加鳳梨嚇，所以係
那边冻天，你啊等下是爆动啊你的好米汉堡底会料。好，你就做得咧。好，然后你捞出料哦，冇泡过，你汉堡属于一点点水分。水分。好，量起来。哇，你说包了米汉堡几块多呢？嘿，米汉堡。讲好奇呢，其实讲色彩法，你出客家小炒拌饭嘛，我俩我们变一个方式来吃，基本就像阿炳哥讲的，基本传统精神冇变。好，等下煎好，你放下来爆，放下来组合，你个等下你啊冰的你啊米汉堡会皮嘿油盘，所以你讲你啊包括是冇标油嘞，哇，好酷哦。其实讲你可以讲唔係油飯的話，出你平常食的米漢堡的嘛，哈。不過用油飯來講，當貼片，佢有貼片的香氣，還有乜個？佢貼片的米。係油盤佢本來學木，其他你其他做啲米漢堡，佢本來也係油盤是凍香的呀，係啊，佢配的東西是可以配好多元化。哇！他在我旁邊，我覺得他好香，客家小炒。其實我感覺假如盤就做得單純係日盤菜嚟咧，係啊，佢就係兵哥式客家小炒。冇聽過客家小炒。哇，有啲長長哦。做得咧。酸黑佬包米漢堡嘅米哈塑形，固定。你感覺上來講，你可以食韓式石鍋拌飯，之前嘅下嘅鍋巴呀，這種鍋巴嘅感覺。咩冇太拆哦，有陣時拆嘅話會停硬，係會停硬。好，呢散到咧，哦，留下來。哇，你做3站哦？係啊，呢就3站嘅，你找個還會煎，好，你到找個煎。好，不用下一節。嗱，你一個人停來煎，平下你就來爆咧。開始爆嘅哈。我就按你嘅好朋友來停煎，好冇？好啊。好啊。係顧好咧。佢自家嘅油盤，佢自家清楚會顧好。那一定的啊，一定的，係。好特別哦。當貼片，當貼片。時則，好，哎呦。你喺度當料勁嘅哦。係啊。好，農家你做嘅客家小炒，用上去，全部料上去青豆類哦，係哦，要三青，全部料都要添個油啊，要調附根、芹菜、用黃梨啊、蓮果啊，那都全部穿嚟青豆類。當然啦，唱嚟好食咧，所以當然不用辣椒嘅。做得不用到辣椒，冇事係講嗰啲，通常是咧嘅油盤一定係配乜嘅？薑。甜辣酱啊，哎，人家甜辣酱没做的淋上去，哎，我一直想到某一家油饭旁邊都會放薑。好，師傅，按你2片煎到，你看一下，差唔多咧哈。差唔多了，差唔多。做得冰過去嗎？好，沒在冰過來咧。好，這吃起來不知道什麼感覺。好，我穿冰好了哈。好。那我2站，來用起家拿哦，起家拿做咧，還有有默契哦，好，有默契，已經我係嘅留定嘅啦嗱，哦，係啊，用呢個，對，好，你那種上面的組裝，那是冰條一點樣去好醬，而且是這是來看中去，是做的哪一個是咧？不會再吞口水怎麼辦？你比我安用做得拍廣告了耶！真的，我東江某一家素食店來請。安尼做好呢？會色啦，醬色嘞，會滴滴的哈。皮一下色，好啦，兩件事好嘞。啊，素來袂崩哎。本太大看，哎，你冇出價哦，真真實實、扎扎實實的。客家小炒米漢堡，錯冇？用人油飯，用人創意，用人兩沙啲旁邊批到暗香嘅感覺咯。太感動，你請太感謝你馬街客家小炒米漢堡，來。
哇，有客家小炒的面，黏黏的面，往里干进去以后，其实闻呀客家小炒，让它的油好像稀释了。哦，生米汉堡哦，汉堡。哇，金币吼，也半年來冇食到油，反正食到飽。已經夾定再叫下雪咯，係。一口，好一口，哇，食到也係幫你到印度天天的感覺，那客家小炒上派冇。嘿，有客家小炒的面，黏黏的面，不過因為往里干进去以後，其實聞呀客家小炒，讓它的油好像稀釋了。係，因為是都有酸的東西咧，係啊。哦，因為酸的關係。係啊。係講冇不用往里，所以不用麻煩。從咧扯扯的東西，係扯扯的東西算做的，從咧好似山藥啊那個東西咪做得啦。係冇得木米，因為要講木米咪做得係，好咧扯扯的東西，但是因為往里是要酸啊，係好啦。我感覺肯定就係用黃梨，因為佢調解香港嘅酸甜嘅味道，食起來就啲嘢比較淡物嘅，所以呢，其實你係名做得用客家話來講用乜啊？客家炒肉漢堡，漢堡是係啊，因為很開胃會緊實就會漢堡。真給人更像真哦。先撇開兄弟之間感情冇講，殘酷的時候來了。好啱冇強嘅。阿志明，冇講少少嘅，你做唔見性感度啲上物嘅。啊哦，就按嚟聽嘅，就按嚟聽嘅。講嘅咩什麼？阿咪顧問咧啊，技術顧問咧。什麼阿志明？他下尾有簽好嘅。唔係漢堡嘅。今日攏係講獨家秘方。什麼樣？他們兄弟倆啥這個來做好食的料理，好用了傳統的東西，給我們新的想象來激發一下，好嗎？謝謝依依來。剛才講精神冇吼，食到你按好食的料理，精神出來咧，唔好用重要任務哦。來，剛我幫我帶咗應該隔壁姓嘅叫老師，冇咁冇曬，佢等下就帶咗俾拜乜嘅長公婆。係啊，幫你帶咗去。你愛花？我能愛就講。什麼樣？有啲朋友啊，你這是油飯嘛？你啲油飯背後有乜嘅感人嘅故事嘛？因為個傳統有當代嘅東西，可能一下想唔起來，就像已經講嘅長公婆，那一下咪想唔起來，一想起來就有個好當鄉嘅意思，當好嘅回憶上來。有陣時是一種東西，所以回憶。不過傳統老現代是要嘛？是要搭上你要搭在時代地度做當好嘅融合跟柔和。你想要看傳統，又要看現代，你想要看好看，控制時間播出來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將來了，來夾夾轉移擺床，好吧？等下朋友擺床。感謝家家有好食的節目啊，讓阿婆的味道啊分享給大家，也感謝阿斌哥同傳統的油飯多了更多的生命力，感謝大家。